艾水哥揾到你啦！屌你班閪佬，又逼我嚟多次白沙探索100座被時間遺忘嘅舊建築，新寧鐵路遺址建築嘅探索。咁本期呢，就去艾水哥嘅鄉下同佢鞠個躬。咪住，上期嘅路線呢，仲有個問題要解決啊！當時呢，我哋一口咬定，其實呢就是白沙站了。跟住呢，就俾網友屌啦，話我求其去路邊就當係白沙站。網友話我喺呢個星星嘅位置，而白沙站呢，就喺呢個位置。咁結合翻網友提供嘅圖片呢，我知道錯喺邊度啦。嗰日根據艾水哥嘅提示呢，就話前邊呢度有個變電站，佢就話要向右啊嘛。咁艾水哥話呢，喺望流江村前呢，鄉道係轉右彎嘅。咁我咪向右咯。火車路原來呢係向左噶嘛，呢條就係火車路啦。火車路基呢仲相當之清晰噶。嗰日呢，我根據艾水哥嘅提示呢，就向右行，認定咗呢度呢就係白沙火車站嘅位置，而正確嘅路線呢，就應該係向左行，跟住就到達白沙火車站。100年前嘅火車路基，實際上都冇嘢開，全部都係大嚟嘅。根據網友嘅圖片呢，喺呢個路口仲有幾個紅磡，不過現場嚟睇呢，都唔係好明顯啦。呢個喺2007年發現嘅單筒涵洞呢，反而比較清晰，但係呢都已經翻修過啦。咁比較驚喜嘅係呢張白沙火車站嘅圖片呢，就係艾水哥影嘅喎。咁佢嘅遺址又喺邊度呢？順住火車路基直行，就到咗呢個傳說中嘅火車掉頭三角線。根據網友圖片嘅描述呢，火車到達火車站之後呢，順住線路直入水塘邊，跟住呢就倒車入火車站，上落客人，滿客之後呢，再直線駛出，完美咁樣實現掉頭。好啦，終於嚟到白沙火車站。艾水哥影嘅火車站房呢，已經重建成呢座樓啦。同白沙站影翻個相先。喺白沙火車站隔籬呢，有個加水塔遺址，圖片顯示呢係菜地。嗱，呢度肯定唔係啦。於是呢，就周圍睇下有冇發現啦。兜咗個大圈之後呢，終於都揾到菜地啦。加水塔呢，就係剩翻一啲圍牆嘅地基。哇，以前啲石幾鬼靚啊！呢度就係加水塔嘅遺址。真係多鳩謝你班閪佬啊，又學到嘢啊！好啦，跟住我哋嚟到艾水哥嘅鄉下，台山水埗羅邊鄉福塘里。根據艾水哥嘅侄俾我嘅位置，就開始揾下艾水哥嘅墓地。咁本身艾水哥嘅侄阿湯生呢，就希望帶我去嘅，但係呢，我係剪片嘅時候突然間諗起，所以臨時出發，又唔想麻煩阿湯生，而且呢，最重要嘅就係探索精神啦，自己揾到更加有成就感啊嘛。咁於是呢，我就喺永樂啦、楊敬啦、永安啦呢附近嘅墓地揾到差唔多成個鐘，又放飛機掃村，都係揾唔到。呢個期間呢，就發現咗一座唔知通去邊度嘅古橋，最後呢，都係要阿湯生出手啦，畫咗張示意圖俾我參考，終於鎖定咗艾水哥嘅墓，就喺福塘里後山嘅區域。跟住呢，就係揾墓嘅具體位置啦。兩個放埋一齊嘅，佢同隻老婆一齊嘅。啊，係啊，頭先啲墓係福塘嚟噶啦。我過嚟揾艾水哥嘅，有怪莫怪，有怪莫怪。喺墓群兜咗一圈呢，就俾阿方老闆揾到啦。誒，個人都遲啦。哦，係喎，係呢個啦。唉，艾水哥揾到你啦，艾水哥。方老闆當時咧有啲眼濕濕啦，所以咧我就自己過嚟獻花啦。準備走嘅時候咧，突然間諗起係可以去探索下艾水哥嘅祖屋，所以即刻翻後山過去揾下啦。你睇呢度洋樓幾正，門框上邊嘅壁畫仲好清晰啊！睇下以前真正嘅大戶人家嘅樓啊，真係相當之壯觀啊！喺條村度行咗一圈咧，出嚟就撞到阿伯啦。嘿，阿伯。咩啊？洪偉賢啊？啊，佢間租屋喺哪邊嚟嘛？啊，或者即係捉回下人啲租屋嘅嘛？即醫生喺度噶，偉賢醫生，葵山嘅洪偉賢嘅白嘅。葵山係洪偉賢嘅白嘅，嗰個洪偉賢葵山冇。洪偉賢你見本牛機群冇？當然人，如果放落行山就係佢間屋噶。係啊，即係佢間租回嘅租屋噶。你同佢有冇親戚關係啊？咁偉賢好未啊？很好啊。係呢度。哎呀，我呢個都好靚啦，個龍白樹啊，佢間都個靚嘅都。哦，好靚啊，嗰個，人家可能日日攞豆落嚟嗰係嘛？都換一百嘅，如果是幫難呢？嗰係嘅喎。誒，呢個是定係神咁啊？你見官冇啲講説到你陪嗰樣威咧？係啊，冇啊。哦，佢啲行好好來會啊。為啱啲200倍。佢200咁真係夠世紀你70歲嘛？嗰時嚟。80歲啊！幾千萬？當然啊，佢停辦咗2年，49年㗎係嘛？唔係佢啊，嗰陣時千萬㗎。喂，佢有冇把口翻到白喎？有冇喎？飲喎嚇！飲㗎咋？好，咁早啲再講。多謝艾水哥嘅記錄，先至有咗我哋咁完整嘅新寧鐵路路線。